咿呀哦嘿嘿，你哦你多奇怪，那咿哟咿，你哦你多奇怪，哦哟嗨呀，哦咿呀哦嘿嘿，你啥不别奇怪，那咿哟咿。你啥不别奇怪，哦哟嗨呀，嘿呀哦哎呀，嘿呀哦哎呀，咿呀哦嗨呀，哦哦呀。这首歌词其实里面有歌词啊，就是我其实在模仿那个很老的那种传统歌谣啊，然后这个跟像传统歌谣都很多都虚词嘛，其实虚词里面是可以加一些句子，你就随你看到的，你可以加一些句子在里面。那我自己也加了一个句子在里面，就是挂是那个啊，我的那个农友。就农友，因为我在那个南澳种稻，所以一定要我伙伴，就是我的农友叫挂，然后他很勤劳，就去插秧，挂去插秧，挂去插秧啊，挂收割了，挂收割了，然后就是很简单的一个句子，对。然后为什么会写这首歌呢？就是我刚那个回花莲的时候，回花莲嘛，我跟我妈妈讲说，妈，我要种稻，我妈妈不反对呢。他还说，家里有田啊，你要不要试种看看？然后我就，既然都讲了，妈妈也讲了，我就只好种稻了。所以我就去那个，就在家里自己的田里面学种稻嘛。可是因为我在台北生活很久，那我喜欢熬夜。可是我在都市的生活的时候，我很喜欢熬夜，所以我几乎都熬夜到2、3点，我才罢休，然后才会愿意睡觉。可是你看2、3点，那你起床的时候几点？10点、11点，对不对？你如果要种田的话，怎么可能是10点、11点才开始？然后呢，我的伙伴就非常，就是很认真啊，他很早就睡觉了，然后可能6、7点就开始去田里面。然后，那我妈妈就会笑我啊，他们就说，我们不是有什么太阳都晒到屁股了？我妈妈不是，你的屁股都晒伤了，就是意思说你睡太久了，就是晒到屁股都晒伤了，你怎么还在睡呢？你的伙伴都已经准备要回家了，你才起床。对啊，那个10点10点，人家都已经种完了，我可能拎着那个早餐说，要不要吃早餐？那个时候都不是种田的时间啊，所以我就是要讲说那个你要吃到米，就要认份的好好的种稻，然后插秧，然后一件事一个步骤一个步骤做，你才可以吃到那个稻子，这样称赞他的勤劳啊。